孙儿，你看，我今日都无慢来啊。就是阿哥，你敢毋是定定咧怨叹讲你身边无一个新北人？假使我若会当请到一两位江湖艺人做我的心腹，就等于讲我是加一支手骨啊。那呢，就免搁再苦怕伊死阿哥。我替你找着两个人。哦，当年阮阿爹在金华地府上任的时阵，曾经结识不少的江湖劫士。今日拄好有两位来探望阮阿爹的病，我知影你特要来啊，特别甲因留来，等互你甲伊见面啊。真是嘞。春儿，那呢，因的武功安怎？是毋是愿意要做我的心腹？是毋是愿意做你的心腹，这我是毋知影。也毋过，若论到因的武功，你可毋免怀疑，因为伊是南北七侠之中的顶尖人物，一位叫做甘凤池，一位叫做白太官。甘凤池、白太官拜见14阿哥，唔免多咧。多谢14阿哥。在下愧不敢当。哎，不必客气。你为我有在江湖，不知可愿立殊途，君请你为来辅助。相望14阿哥的福气，但是阮两个人身在江湖，有能攀援了。哈，使阮无愿意做官，希望14阿哥。14阿哥。你嘛知影，阮两个平常时是劫富助贫，像阮两个山野夫妇，要住在地府，阮要哪住来管事？14阿哥，实不相瞒，今仔日阮会来京城，目的就是要找找一个仇人，结果来到城外。听讲，伊已经去互4阿哥派人甲抓倒去。也毋过，这个人已经是凶多吉少，无需要阮搁再动手。所以，阮两个拍算探望过杨大人了后，就要赴五台山访友。啊，那咧，你迄个仇人是甚物人？我问的是。被阮井掠去迄个人是叫做甚物名？伊叫做连庆尧。
四阿哥哦，有真正重要的代志，讲要见国舅啦。啊，什么咧重要的代志？天下太平，什么有急事，少年人啊，拢总为恁来啊！来，大惊小怪。国舅啊，我讲的急事是四阿公搁再派人将连营窑搁查倒转来啊！问题啊！你这摆咧讲啥啊？对，是对。问题啊！你连窑敢是3工前就出惊啥去啊？事情已经变化了，分明是四阿公伊后尾讲答应你放走连庆瑶，已经派大批去地主，免人守伫迄个城外，搁再将连庆瑶家查倒到永永府了。这没来用呀！国舅，你就知影四哥一向最讨厌我。国舅，假使我若到永永府去讲情，敢是会更加对连庆瑶的不利，所以我想要拜托你老人家替我去走一逝。问题啊！啊，你就你嘛较紧去，已经3工啊咧，无得靠哦，四哥早害死连庆瑶咯。我阿雄啊，无要搁交你这个朋友，安尼你听有无？有啦，哪会听无？啊，你是安怎哪无爱教我？因为你的心肝足雄的，老大对太奶，敢若亲像亲兄弟共款。伊即马死，你竟然连一滴目屎你都无流，你心肝有够雄，你这良心狗熊啊！啊，当时谁甲你讲伊死啊？你呀，我讲你这个黄八字的青面牛，阮前将咱3个人，甲咱掠倒转来软禁住这间客房的，已经足足3工啊！伊即马才搁命人来将咱老大的掠走，这分明就是凶多吉少。伊是想要害死咱老大，你知影无？嘿，无啊，熊啊，嘿，实在可怜的哈！啊，你讲着你咧读偌济书，啊，你到底这学问吼是拢藏伫咧狗的腹肚内啊，毋是啊？哈，哼，定定骂我青面牛，我戆，啊，无你是咧加我外巧？无啊，你这是安怎讲？安怎讲你也毋知？你家己想看觅啊！迄个四阿哥吼，伊若真想影要害死咱狄大的，啊，伊就叫遐地主站伫咧城门外，就将咱3个拢甲创弹杀，安尼毋是足简单的？伊是安怎，就搁甲咱3顿来带遮软禁3工，啊，才搁拖老大去甲刣死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对，有影都对吼。四阿哥安尼做吼，一定另外还阁有原因的啦。啥物原因？你将话讲互了好。啊，你若爱知影，你家己袂晓去问四阿哥去。庆瑶，我命人就将你查倒转来，你明白我的用意无？王爷的心意变化难测，我后尾互你去做四川顺母，我去见父王，商量此事，偏偏父王量体欠安，慢了3工才见到父王。庆瑶，全县总督两边不能理事，我奏明父王，准其调任该理，由你出任全县总督。
你，莫非你无愿意掌兵权？官方传相第一人哦，敬要自私太认亲。我心中虽然感恩也不尽啊，只求难获上大神。你是阮情的心腹人啊，咱结交以来比兄弟也较亲。想甲不服兵，以命难保。不服你，就是不服我是阿公。所以你做你放心去，好好来替我做一番的事业啊！庆瑶，日后我若是有用你之处，你千万唔通袂记哩我对你的恩情哦。原来是安尼是，伊是因好我，是为要日后免我帮忙伊争夺太子的宝座。我怎样埋没良心做这种代志呢？英瑶，英瑶，英瑶，啊，你安全无事啊？阿姑，安怎？你叫是我的太庆瑶？你以为伊会发生什么代志是？无啦。阿姑，我已经奏明父哦，方庆瑶为全县总督咯。文静啊，文静啊，你真聪明啊！我一直甲你讲，你太师连经尧会护范武强，啊，你就索性用这款方法来笼络伊。那安尼来吼，不但连经尧这类奇才啊有出头的机会，而且伊受到温中的护恩，必然会心甘情愿做你温情的心腹人物啦。阿姑，你是咧想啥物咧？我是咧想吼，文静啊，你真好，真聪明，做得真圆满，做得真圆满。庆瑶啊，庆瑶啊，你伫川县，我伫京城，哈，你咱啊会当同保永亲王，咱三人同一条命啦，哈！哈哈哈哈哈！
本就毋是我的对手，也是乖乖回答我的话。若无，我就将你杀死。你是甚物人？你毋免问遐尔多，甲我讲，连夏玲是住伫咧倒一间房间？哦，原来你是要找我的公公啊？你是电庆瑶的某？是啊。连夏玲住伫咧倒位？我的公公一年前就已经去世啊。原来你送好的修女，就是连庆瑶的老爸连夏莲。你知影？我一直拢对伫咧你的背后，要哪会唔知影？动心之行，毋着白行的咯。对，我是万来真的。若毋是要违背你电冤有检，我要来失去为父报仇的机会咧。你煞伫咧怪我？你毋通袂记，你陪我练鸳鸯剑，是因为你求我画迄张地图，所以耽误你为父报仇的人，毋是我，是连庆瑶。上手放下！你大人，这位已经国民的手砍下。我命伊的手放下，你竟将伊的手斩下，你竟然悔改这话话！你去怪别人，爱怪你家己，因为你太严厉了。是啊。
手放下。丁大人，这位已经国民的手砍下。我命伊的手放下，你硬将伊的手斩下，你竟然悔改就悔悔。